Hello，我係 Coco 啊，今日我會去到烏溪沙睇一個迎海嘅單位，係512尺嘅，咁屬於開揚，有海景，亦都低水嘅單位。我哋而家去單位望下。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馬鞍山嘅屋苑，可以訂閱我嘅頻道，或者鍾意我嘅影片都俾個 like 咗。